安布头也就无空讲咯，也夜市，吼，做夜安布头夜市，差不多就较早7点半，迄头班人讲做唔得咯，7点半吼，大家还忙时报，哦，时报业这样来看，头班要8点钟，吼，这样开始做，哦，做的速度适应一点，叫做农业消费，大家闲，吼，也都安布头夜市的时间，所以做到的所谓的小可家庭爱情，哦，也都按那个内容，哦，来做，故说亚洲老嘅历史故事，我较无穷样啦，吼，当然有的有咩係對歷史嘅個故事安尼，翻下來，不過佢比較像民間嘅東西啦，吼，像乜嘅我就講嘅萬世有田啦，吼，仙北引台啦，吼，各位也個那個七仙五個啦，吼，各位像嘢黃文英騎竹馬啦。狐仙啦、燕天神神啦、哦草木草啦，吼，也就吼包括講早期有講嘅有一個那個婆媳風雲啊，婆媳之間嘅嘅安尼事情啊，哦也就安尼戲出，吼個唔係那頭無嘅好多種啊，哦也就表現家庭嘅故事，吼。當然，安尼情形下，也就落在做得接觸講，創造嘅山歌菜茶，吼，本日就歡迎家人，也做得接觸，哦，乜理由會安尼講咯？因為較早其實人哋山歌菜茶係根本就來自於人家摘茶也就安尼民間生法，哦，來繁衍出來，故所以。到夜市嘅時節，就做得來用按那個方式來表達。哦，當然，一個文物廠來講，自家嘅一個客家戲嘅文物廠，每位老人冇同樣，哦，人家就主要嘅係會用學嘅線。哦，當然嘅創作嘅曲、西路葫蘆都會用吊軌嘅度，嚇。西半都方一個武廠，哦，受不了。哦，也個那個鐵鼓，哦，那白鼓啊、銅鼓啊，哦，銅鑼車吊鑼嘅，哦，也都很多必須嘅喎，哦，曲嘅也就，吼，喺文創，哦，做二線胖譜嘅，吼，嗰個三線，哦，也都較做嘅三管，基本上要有，哦，他嘅，哦，也係個基本，吼，也做也個那個客家戲，哦，菜茶戲，哦，前後場嘅一個情形。